老主座，我看不上。那把子关你老上了几把个时候，俺老等你。俺你做嘢，老主座，不穷啦，差话几个，咱把被可容面孔等着几把。想啦，俺最娘的当家的啦，老中些。俺去黑人个路过黑人，别人个弄得做了几打。那啦多次黑吧？对。学会看病，上，你到街上去打车，然后到医院先挂号，记住，要买一个病历本儿，然后到内科，先到分诊台，护士让你到几号诊室，你就到几号，坐在门口等。查体温的时候，不要把人家的体温表打碎，我喋喋不休地指教着：“妈妈，您不要说了。”儿子沙哑着嗓子说，我的心立刻软了。是啊，孩子毕竟是孩子，而且是病中的孩子。我拉起他滚烫的手说，妈妈这就领你上医院。他挣开我的手说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我要去找一支笔，把您说的看病的过程记下来，我好照着办。儿子摇摇晃晃地走了。从他出门的那1分钟起，我就开始后悔。我想，我一定是世上最狠心的母亲，在孩子有病的时候，不但不帮助他，还给他雪上加霜。我就是想锻炼他，也该领着他一道去，一路上指点指点，让他先有个印象，以后再按图索骥。这样虽说可能留不下记忆的痕迹，但来日方长。又何必在意这病中的分分秒秒呢？就是东部国里面不记两个进度里面可能送，on到给予记了，才能交给记了，那通知的记鸟给的，但你可能才考干那个对的那送，俺了没得了送你，你有个给的打点开些别个没去可能着给的，但你这个关注了够，旅证教育干是对吧？从个旅证到期的，没弄么做嘛药，俺得打了这么去办真的些。阿妈老，去送么个？不穷给更寡人的这些，你得嘛到下场呢？呀，西班上日，得嘛是内部越比西班西日，你参与那人比去老板的用的，若阿妹大决定这年没可能做这些，去老板实训人，你上次得打蛮些些，你个是在呢，你到个刚日用的啥不是的呢？我让没可能理解，刚是打这出的是，不从家人出的我不送，可让过了不嘛他，你结巴先过账，你上班了，我能几点的去你姐妹比阿妈的用就是，西班你的那个，可了如让么些爸妈些，打动都土都这西巴些，你那可了用的是些上来应用你可让车里娘等着的。老公了，可能真的是呐，他妈把车是也等住呐，看几万那种，可能得了，这些就，是的，的大比真正意思，即是做么事啦，大东对于蒙古济南越别，那济南越对于通人的了，电子多弄些么个用，个人的了第三节，当然是他也当七三八的用得下就赢。雪上加霜，都土都这，按图索骥，苦内这这。我想，我一定是世上最狠心的母亲，在孩子有病的时候，不但不帮助他，还给他雪上加霜。你上班了，俺能几点的去你姐妹比阿妈的养你的，西班那的那个我，空了如让么些爸妈在。大东都土都这些把事，俺最娘的他念这些过来记得。词语解释：雪上加霜就是形容接连遭受灾难、损害更加严重的状态。都土都这些完呢，得了，年才多么的随便的。按图索骥就是指按照线索去寻找的样子。苦内这些完呢？苦内得了，这些选就些把那个。
西日塞嘛，语言文化小贴士。毕淑敏，1952年10月出生于新疆伊宁，中共党员，国家一级作家，内科主治医师，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，心理学博士方向课程结业，注册心理咨询师。1969年入伍，在喜马拉雅山、冈底斯山、喀拉昆仑山交汇的西藏阿里高原部队当兵11年，历任卫生员、助理军医、军医等。从事医学工作20年后，开始专业写作。198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，著有《毕淑敏文集》12卷、长篇小说《红处方》《雪玲珑》《鲜花手术》等畅销书。呀，大家这娘的用下经典啊！雪上加霜，嘟嘟嘟姐，雪上加霜，嘟嘟嘟姐，按图索骥，湖内姐姐，按图索骥。湖内姐姐。我想，我一定是世上最狠心的母亲，在孩子有病的时候，不但不帮助他，还给他雪上加霜。我想，我一定是世上最狠心的母亲，在孩子有病的时候，不但不帮助他，还给他雪上加霜。你上班了，俺能几点的去你姐妹被阿妈的养一点，是把你的那个不，空了如让没些把马子，打动嘟嘟嘟这一把些。你上班了，俺能几点的去你姐妹被阿妈的养一点，是把你的那个不，空了如让没些把马子。打动嘟嘟嘟这一把些，老朱错，切最得人家弄顿从嘛些的，打俺最记起来啊。老朱错，我个家一闹，可能在这些位置的更热。C， 按图索骥。呀，要么这题啊，连着送。验证的接住不错，但我这样的有那个好称的，弄得做的用下经典啊。你到街上去打车，然后到医院先挂号，记住要买一个病历本，然后到内科，先到分诊台，护士让你到几号诊室，你就到几号，坐在门口等。查体温的时候，不要把人家的体温表打碎。我喋喋不休地指教着：“妈妈，您不要说了。”儿子沙哑着嗓子说：“我的心立刻软了。”是啊，孩子毕竟是孩子，而且是病重的孩子。我拉起他滚烫的手，说：“妈妈，这就领你上医院。”他挣开我的手说：“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我要去找一支笔，把您说的看病的过程记下来，我好照着办。”儿子摇摇晃晃地走了。从他出门的那1分钟起，我就开始后悔。我想，我一定是世上最狠心的母亲，在孩子有病的时候，不但不帮助他，还给他雪上加霜。我就是想锻炼他，也该领着他一道去。一路上指点指点，让他先有个印象，以后再按图索骥。这样虽说可能留不下记忆的痕迹，但来日方长，又何必在意这病中的分分秒秒呢？老朱做，第二个老师的年长就业，俺做连菜居民农家用，他从嘛菜人连么？主不节我个青年安中先别些年，俺菜连菜农修呢，连些家能不是特别高个月。